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首来，咱来关心在地消息。最近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嘉义以南有部分的所在因为大水河传出未少灾情。高雄的六股甲桃园雨是规通倒，部分的山区恐惊会有水崩山的风险。透早就先撤离部分的居民。因台南的关庙有人家厝因为溪水规个涨起来。 厝内的水是淹到1公尺悬，若是要出入，都干那会当暂时靠竹排啊。另外，伫嘉义的德基甲大埔，嘛传出有车路崩塌的情形。土石流将旧山散平山庄边这条产业道路弄淹去。无去啊！哎呀，平时你妈要整了几年，先往通车。另外一边的主题区水也超过半个车链。 规个排水沟水拢嘛为遮来啊，足大，拢无停到即嘛。旺盛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出现强降雨，高雄山区有局部大水河，或者是超大水河，以桃园区上惊人。24小时雨量超过501毫米，桃园区4个里有大水河土石流红色警戒，居民透早就撤离。 台南关庙地势较低，南向桥边啊，住户因为之前溪水暴涨，水深超过1公尺，民众进出爱搁坐家己做的塑胶牌啊。淹到现在也已经很习惯了，反正淹水就把东西搬一搬啊，有自制的浇法可以进出。 嘉义山区有真侪路边板气，德徛乡加159架线32公里的所在，路板气大埔乡加东川要路边闭开。 新港乡强河川传出一对比较囝大的公寮，互大水淹去，2人技术受困。哦，所以田地水若底毛就溢出来伫路呢，就无看路，无看高啊。不过消防队到位了后，对方讲公寮只有1个人大，无需要协助疏散，有状况会去悬的所在避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咱台湾下港，尤其是台中甲台东以南，雨是落了真凶。 为下暉开始，西南气流就会开始行向南平，雨就会较细。不过未来这礼拜中南部也是会因为透西南风，天气也无介稳定。这是屏东小琉球的白沙尾本福川，初一早起雨势伤过大，大排水沟排出去开始淹水，路人只好撩水。往来台湾甲小琉球的交通船也因为水流伤过强，无法度开入来，停伫码头，试几啊摆才停好。就连登来台湾的航程也拄到强烈的风雨。 大型雨尊身又来旱气，就连入去到东港也因为天气真歹，临时换所在停。非常可怕。刚才我们搭船的时候，到快要进港的时候，它的浪都打进船里面，还有流到我们的内舱里面这样。东港溪暴涨，所以现在的船要进到这个我们的客船码头也非常困难。因此，我们是来借了渔船的码头，来实施靠泊。 伫屏东靠山的春日乡排水沟水流真强，有土山，就知影山顶的雨量真大。附近的溪仔水流搁较大，搁较紧，已经看无到溪仔内底沙坡。气象局表示，西南气流礼拜六、礼拜日2天继续影响南台湾带来大雨，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搁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中部雨势也未细，北部地区也落雨。暗过礼拜日入暝了后，落雨就慢慢登河。一直到明天的凌晨，甚或是到明天的上午。 虽然降雨上和今天清晨比起来有稍微减弱的状况，但是南部地区我们预期还是会有局部小区域的大雨或豪雨出现。这波西南气流未来一礼拜也是伫台湾附近，中南部也是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主疫苗的消息。有部分的县市反映讲，未少老大人因为对操作手机无介熟手，未晓使用疫苗医药平台。 指挥中心今仔日宣布，已经有甲地方政府开会啊。未来疫苗医药平台会增加分配医药的项目，会当请林长或者是里长来协助集会人做登记。因也过来今仔日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各有2个死亡的个案。
国内礼拜新增加14例确诊的病例，其中2例是境外移入。伫12例本土的个案内底，以新北市6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4例，桃园台中各有1例。另外新增加2例确诊死亡，分别是70外岁甲60外岁男性，拢有慢性的病史。指挥中心讲，即阵国内流行的病毒株有关是英国株，不过国际上印度变种病毒大流行，有1人传5个人的超强传播能力。即阵边界继续严管，民众防疫也千万袂使来放松。美国最近有分析了一些他们自己看到的一些群聚或者是传播的一些状况哈，Delta 病毒的传播的速率和那传播的模式跟水痘是有并驾齐驱的一个现象了。另外，国内75岁以上老大人8月下旬开始应该注射第2剂疫苗。指挥中心讲，因为各地欢迎老大人不要用这个资讯，希望使由地方政府来注册注射。经过开会讨论了后，决定议员要以中央有约平台为主，不过会使批次有约，由地方的邻里长也是机构协助老大人来登录。将于系统规划可批次预约之功能，可能有一些可以来预约的。那比如说大家常常在讲年纪大的有数位落差，他自己恐怕就有困难。那或者以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到机构里面去打，或者就是说在校园里面施打。另外，国内疫苗注射是不是出现疫苗断货这个冷战的时阵？指挥中心讲，即阵国内莫德纳疫苗相对较少，只有58万剂。伫第5轮有约莫德纳会优先提供前3类的人员，甲有新的年龄人优先注射第2剂。呼吁资格符合注射第2剂的民众，在8月初3中到12点进前完成意愿的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双北市今仔日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医院即卖防疫警戒降到第2级。新北市8月初3阁开放几下个户外运动场所，不过亲像分数较有接触的运动，可比是篮球场等等的运动场地，都暂时无要开放。另外，咱大家真关心讲，当时才会开放伫咧店内底食饭的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明仔载会甲台北市来讨论。新北市初一增加6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3人是居家隔离阴转阳。市长侯友宜强调，感染源大部分已经掌握，公布2名确诊者行踪分别去过泸州甲永和健身房，疫情警戒为3级降到2级。新北市8月初3阁开放真侪户外运动场所，不过无包含篮球场顶较有骹手接触的活动场地，水域活动也有条件开放，包含唱水顶，不过游水甲泼水依然禁止。大家想关心的餐厅什么时阵用伫内底食饭呢？我们餐厅的内用的开放要用哪些指引，采取哪些步骤？我们明天跟台北市讨论完以后，我们往好的结果来做。这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做疫苗进入第4轮，不过供应真严，搁爱去有约病大登记，引起不少老大人烦恼。做报第2期，侯友宜强调，65岁以上老大人双轨并行，唔免烦恼所谓落差，也会请里长来协助。我们高达48万接到49万，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卫生局赶快跟中央反映很多的问题。其实中央只要把资讯调出来，一定可以服务到我们的长辈。第2剂的疫苗到8月底的部分，这部分的话，我们会跟中央密切的配合，那依照中央的分配量来研拟我们第2剂的一些疫苗接种的策略。台北市的第1到第3类有70多人完成做第1期。台北市初一增加本土病例4例，其中3人是居家隔离阴转阳，1人疫调当中。佮公布1名确诊者行踪3天内去过3间旅馆，提醒有到相关场所的民众，若发烧这症状，赶紧去看医生采检。记者综合报道。进前3级防疫警戒期间，台北市立动物园休困77天的时间，今仔日总算是佮重新开放参观啊！透早就有袂少家长带囡仔伫咧排队，不过因为动物园目前也是有人数的限制，民众若是无提早伫咧网络预约，就无法度入去参观。一早起，就民众夹雨伞、戴帽仔伫动物园门口等开门。园区自5月中到搭，已经暂时关门77天，总算伫8月初1重新开放。因为他们想动物想很久了，对啊，然后就疫情嘛，所以都没有出门了，对啊。难得有机会，然后现在因为人数有管制，应该还算安全，所以就想说全家一起过来看一下。今仔
人真爱坐游园列车，拢爱全面消毒。到车到进前，因为动物园有限制人数，所以要来拢爱先线顶预约，而且实施实联制。动物园表示，目前敢若开放互我，室内亲像徛高馆、餐厅等等，但是有关注风险的所在，拢还未开放。另外，园区一天的总限制人数是3600人，顶下晡各一半，每1点钟的人数嘛就控制伫600人左右。在巡查的过程，如果发现特定的区域前面游客聚集比较密集，可能现场喊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会透过广播系统来提醒大家说，某些区域可能目前人比较多，那大家就可以疏散到其他的动物前面去。动物园表示，即马园区内清洁消毒拢有加强，所落来若市政府甲中央有其他的开放的政策，伊嘛会规划应变，互大家甲动物见面，嘛兼顾安全。记者陈嘉文调随在报道。嘉义市永过伫咧学校休热的时阵，拢会举办大型的科学活动，互家长甲囡仔会当有实际的科学体验。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是先取消。不过，中小学也是有替学生准备各种无同款科学的道具，希望学生踮伫厝里的时阵，会当甲爸母做伙哪算哪学。休热的时间，家己市各小的老师也是爱无闲来做道具，互学生伫厝会当来学习科学的知识。前一阵子大家在停课期间，大部分都不管是同步或是非同步的线上教学，其实孩子都一直在看荧幕。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暑假这一次的宝盒里面设计活动，希望多一点点就是用实作的方式。家己市逐当伫休热的时间，拢会来举办科学破烂学的活动，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取消，所以家己市决定互各学校家己来准备要互学生学习的科学课程。各校透过不同的科学课程的设计，将各种不同学习年段的科学媒材放入我们的科学宝盒里面，然后让家长陪同我们孩子一同来实现双手万能、科学在手。这届家己市所有的高中小准备的这个科学盒仔，总共有2万多个，每一间学校拢无同。教育处表示，科学168活动取消，但是学生的科学教育袂当受到影响。希望这个道具会当互学生除了看荧幕，嘛有动手体验的合适。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